讲健康，当然呢，咱这个把这个一般，研究了最后，咱把保留它接下来咱开始了，咱给建立了，这情况都到比较把这个小片呢，在花卉这个地方，当然呢，这一关就比较好的。因了国家呢，咱情况以前这个只要达到出这个比较好的，这达到技术条件，这边这几段都是在讲比较。小的这个风险，那一年比较小风险当中呢，若果伊就到第呢，伊就了研算影响来做一个比喻，来做一个特别健康的，可能空的物件是上风险的有什么情况，甚至嘛唔知影到底是讲啥，所以一段到自身的负担呢，哪要甲讲起来？也係講真正濃縮着了，就條件是過去國地主對着了十組的請求，受着6個月開始了後，哪要甲講起來？我也是一段合作嘛，做一個總結論。因為呢，就是了一切嘅階段，就是了一切影響，攏不能代表着了事實上的這個問題。所以，佢呢到底這段呢，尤其是哪個講嘅，真會呢，對我自己嘛會點啊？那因為呢，這個18歲的這個小，這個出家小，哪個講嘅？因為講地位真正可超，地位真正可超。所以呢，有過去咱先生，甚至有過去的聖人甲咱講智慧。一定不在民歌，若不是呢，有時啊同着民會，所以這一段呢，因為若要甲講來，這種廣播的吼，要做了兩邊加上性作用來講呢，有時啊呢，人們都係咱嘅自己的感情來看自己的健康，當然有所不足，這個。特多跟他的所在呢，上午给咱这个国家做一些改变呢，当然搞好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好好咱感受个人的心的感受，并无代表着大众的真正价值。所以就是了做甲对，这都是咱大家应该有这个感受的吼。这一段的话，就是以公路在咱们本地自己的健康，积极导入民心会宣扬各主连山主育团来参与主管地区管在建新环将这本来哦，由英本接合接触起不开会员以无助为本建接触。主管这3年经合处理，会内员互相自相关键不见，属于自重大参加文5单位不同，对管结构也不同，主管我意见也不见，新会文如何是意见也不见，主文我之所见，常见自身所见。不见他人是规范，是以意见亦不见，意见亦不同，如何？利益不同，当其目利益不同，当其目色，欲望即动万物，即起会分，利用见见不见，用变同不同，性变，利自性相不见。刚命动力，心会非凡，
回家书平关，念着心未不见，文贤必行之道。念着心我，即分见性，依法修行。念自为不见自心，将来父母见义不见，我见自知，气在体内，气在体内。念着不见，亦不在我内，而不自知不见，乃文我见义不见。心会在内必明白，今下作见，学勤是不义所用。因此，书过相关，无有一分，无条无悔，无名无义，无悔无念，诸人分析过。心会出发，是诸佛之本源，心会为性。书法，你表面的无名无义，你便完作本源的性。你用是有把握界定，也是成得理解中道。总结后，推入经络，大同都体道教，故体中理，成形有色，是为可得书。而这一段呢，就是新会呢，来自宣示着了南祖的这个开始。当然呢，若要甲讲下新会这个大堂的囡仔，伊的感受甲伊的智慧，用来讲一般受者有法度来去体验。所以当面呢，伫伊的内心当中，如果是修持方面，我有慢慢接受。如果呢，那有了智慧，用来讲是经济上的作业，或者是道理上的考验，若要甲讲呢，修持若愈好，咱过去自然才有咱开始爱愈理性，爱愈法。但是当面呢，才华的人，有能力的人，当面伊的个性本性当中，拢有点仔磨去。所以若要甲讲来，真会着当向某一种某一个气质。但是呢，经过咱法度的开始了后呢，就来讲，人讲如体体啦，确实去了解着了修行学者，要真正如何通提升。所以因此呢，这一段呢，新会呢，从玉环来到了六组的所在，来传递了六组。六组呢，嘛真正细致，嘛真正具体，来讲着了新会来讲内底啦。当然呢，应该讲着新会个大点个主动，咱即摆咧生活大家先大家记住。所以本来其实你对咱人的所在来，一定是辛苦。因为有话咱会当去了解体会着过去真正这样过去个人开始。过去时阵学者确实真正要千里方明书，万里要去考察，真正爱不是着了千里之遥，真正不是而苦。为着啥？若要甲讲嘛是为着生死必然因为了生死解脱。所以真正有咱去了讲，今仔日咱会当受了这些事情，真正呢天道感谢，互咱遮尔咱幸运，遮尔天气，会来体验了天道真理。所以咱真正好好爱去把握。然后呢，咱亲像过去是个者，所以讲真正来讲民主有考察，真正若要甲讲，以咱这个人的生活方式、环境的环境甲环境，就来讲千万分单纯比较。所以咱真正先将是了前因所见，咱才才能够做。那伊个段呢，当然呢，六组用着了新会来伫咧开启着了对新会表示关怀的这个言语呢，就来讲，人讲讲甲亲情，有影，因为这个师父要爱惜这个道，过去人讲一句话，师道。
话当然嘛是咧试探着神话的这个真谛，啊，也智慧。你看着了遐尼辛苦的路途，来到这个地狱盘，来到这个所在，是